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香港科技大学的女子战队，指导平均年龄超过60岁本土选手，算这个手机啊游戏，这无同的世代，嘛会当互相理解甲陪伴。 不管是走位，也是出招，拢会晓。香港科大后来老鹰女子战队用1对1的方式，甲香港上青不老电竞战队举办一场交流会。那他说只要往前冲就好了，那我就真的往前冲。他在旁边有给我做手夹，他就帮我按一下技能哈。那我就觉得其实还蛮容易的。就我跟他说大概怎么抽，就讲一次就听得懂了，就很厉害。刚刚他也不负众望，他拿了一个 Triple KO 3杀。要挑战更加细型、更加美丽的手机啊游戏，伫咧女子战队的指导之下，时代原来是真拼谁的胜。跟这个长辈们是没有这样子的经历，会觉得蛮有趣的。那时候选秀的时候也刚好是我的队友，我们有一起胜利，其实沟通起来还是蛮好的。能够搭上所谓的就是老人家跟小朋友的这样子的共融的画面，那其实手游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校方指出，透过电竞游戏做世代交流，来缩短年岁差别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